因为中国呢，这呼吸道疾病正在严重，疾管署伫机场针对中国香港、澳门入境的旅客，鼓励因子采检。这2礼拜也检到一个囡仔感染到肺炎微肠菌的个案，是一个10多岁的囡仔。12月初对中国入境，因为发病，因为这个发烧呢，采检才来确诊。疾管署表示讲，这微肠菌病例伫咧机场采检占1.2%尔。虽然即马中国以流感为主要的这个流行病，不过机场采检措施会一直延长到旧历的过年。因应中国最近发生最种的呼吸道病毒流行，疾管署在月底开始，伫国内4大机场对中港澳入境的旅客采取鼓励采检的做法。执行将近2礼拜以来，头一摆验出儿童肺炎微肠菌，个案是10多岁查甫囡仔，12月初时对中国入境，因为伫机场出现发烧症状接受采检，机港报告公布是肺炎微肠菌阳性，经过卫生局电话追踪，家属讲已经去看医生，症状有较好了。机场有梅将军的情形看起来是不意外因为在中国的疫情呢是梅将军仍处于一个下降的趋势，呼吸道的疫情转以这个流感为主疾管署讲，2礼拜以来，总共采检109人，其中84人是阳性，以流感病毒57例上水，搁再来是新冠病毒10例，腺病毒7例。不过，医师烦恼讲，微肠菌主要侵犯囡仔，而且中国的微肠菌抗药性比例较悬，伊阁无疫苗会使预防，所以愿意将2花来往真接，民众真可能甲带有抗药性的微肠菌症带回来台湾。对岸来的梅将军主要的问题是因为说他们那边的抗药性是比台湾更高的，所以会导致说在我们社区在这些医师在开药的时候可能会处于一个在不自觉的情况之下无效治疗的状态。由中国到欧美这所在流感甲新冠疫情拢伫清关，疾管署建议民众出国进前应该注射流感甲新冠 XBB 疫苗，并且注意定来洗手、挂嘴暗这防护做法。也若机场的鼓励采检做法，伊会继续来执行，一直到农历过年期间。记者综合报道。